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今仔日算做是过年前，咱新眼界上后尾一摆要甲大家见面。过年对着现代社会，过年是啥物意义？渐渐有不少的新妇、不少的新妇呢，无爱过年，开正拜拜甲团圆，归去来叫吴伯义。大家呢，不管是大家小哥呢，爱出手来甲你阻止。那请问先生立场在哪里？传统现代行到目前，路口有一个金石字啊，新妇，咱来互大家好过年。首先，咱来了解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平宛如文教基金会研发专员卢嘉文，卢专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咱真著名的这个台语的歌手文香姐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香。那么第三位呢，是咱现代女性的代表 Alice。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lice。那么第四位是咱前台北市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周如修周局长。新年恭喜，大家好。那么四位呢，各自有这个代表，像那局长呢，算作是查甫界代表，我有当时会当跳落来啦，但是周局长还佫一个角色，就整个对着整理着台北市过年时阵社会局内面发生什么社会事。咱小等来一一来讨论。当然文香姐也免讲啊，这也有做过大家，也有做过人的新妇。两位呢，还佫是新时代的女性。但是即摆人到底安怎过年呢？尤其今年啊，上长的春假啊，就要开始啊，一直要开始过啊。人讲团圆好过年，唔通对家己咯，唔通对着已经结婚的查某人咯，对你来讲可能是压力的这个来源。咱来看卖。到底有哪几种的这个烦恼？上长的春节假期伫要到，人讲团圆好过年，毋过对已经结婚的查某人来讲，可能是压力的来源。各位，过年是要上班的，我可以。甘愿上班嘛无想要过年，因为过年休困可能比上班搁较无用。俗语讲，大家有话，新妇无话，新妇是真怨叹。要若翁婿可能嘛无法度斗3工。我家过年的时候还要帮忙煮年夜饭呐，帮忙洗碗呐。毕竟也不是自己生长的家庭，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陌生啦。尤其除夕夜当天更可怕，我中午就开始拜拜了。拜完拜之后呢，开始整理东弄西弄，然后要准备晚上的年夜菜。老公就是坐在那一边。一年新妇，2年围堵，3年媳妇，大家新妇讨减光，翁婿袂输就无安心。这个时阵就爱考验大家智慧，看安怎才会当各退一步，过一个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到这个影带内面真侪这新时代的女性这无这个应不应该这个代志，咱纯粹来讨论，因为每口罩呢，拢有每口罩的问题只是咱这节目来讨论了，互大家有一下淡薄仔启示讲，咱是毋是会当来做一下改变，往较好的这个方向来做改变所以咱先来看过年就无用的啦。那像阮兜比这顶头写的搁较济啦，28就开始爱清屯啦，对。铺路来开始提起来，爱开始做处理啦那这摒扫免讲若开正这正暝正夜时的这个开正啦，这拜祭祖啦，拜地基主啦搁围炉啦。搁有守岁啦，拜拜行春啦，这一定要出去行阮老爸搁在生的时阵佢逐年都爱出去行春，无行上无爱行去龙山寺，爱出去行，转去后头厝，就初三有通困较饱，但是早起嘛爱开始煮，甲这个春饭啊，过年的这个团圆饭的春饭摕起来煮，超工一定爱食这个春饭。不管是当年菜也好，还是一寡卤肉，还是这甲这个菜尾，逐顿来食到互你胃，无咧食菜头粿，安怎，炊事。所以这零零总总，我要来请教着这个嘉文，你感觉呢？
我拢无呢，一概拢无，吼。真正是一概拢无，因为我要结婚之前，我就甲阮翁讲过啊，讲吼，阮是平等的家庭啊，所以对我来讲吼，过年这种代志就是啊，今年除夕是当阮兜，啊，明年是当恁兜，啊，阮是轮流的，啊，伊来阮兜，伊嘛无创啥，啊，所以我。从来都无想过讲，我去因兜，我需要创啥？所以恁先生因处理嘛是安尼讲，伊嘛是会当像你安尼讲啊，我今年转来家己的厝，啊，明年缀太太转去因兜的厝，安尼。系啊，阮都是轮流啊，阮翁都是缀我转去除夕的时阵缀我转去阮兜啊，系。啊，明年是换我缀伊转去因兜。啊，恁的大家大官敢会有话通讲？讲袂定，伊讲有讲啦，啊，毋过即件代志可能伊就甲阮翁讲，啊，阮翁是无甲我讲啥啦，嘿。哦，伊就讲吼，即件代志就是阮已经讨论好啊，啊，既然是我甲你的共识，啊，阮就安尼做，嘿。所以我是无讲需要去甲大家大官讲啥物，即件代志爱安怎，从来都无。从来无哦。真正是无，我拢困甲饱的咧。这算在真幸运哦，来请。阿姐啊，你快你讲，伊真正是新女性的代表，这普通的新妇唔敢安尼做呢。你阿姐啊，你来讲你的慧力，我甲你讲，我过去文霞老师因兜，开始伫阮兜我嘛是拢困甲饱的啊，逐项唔免做啊。但是过去人兜做新妇都无共啊，就是透早就爱赶紧起来啊。哦，啊起来啊，人来创啥，咱袂晓用，袂晓煮，袂晓啥，咱嘛爱共斗骹手啊，吼啊，然后讲啥物，就爱找你才转厝，我嘛是爱找你才转厝呢。我二九暝阮兜吼，敢若阮弟弟、阮妈妈、阮阿嬷因三个人咧围炉尔呢，我无伫咧啊，因为我伫老师因兜这边咧围炉啊，所以因兜足傻，阮兜足傻逼死的呢，拢无人咧。稀微安尼。足稀微的呢，啊，我伫文夏老师因兜咧围炉呢，啊，因兜是大家庭，有7个男生，哇，啊个公公婆婆就9个了，9个在这个7个媳妇。哦，7个东西啊呢？对啊，吼，足老咧咧，啊个遐囡仔咧，对吧？哦，啊斗咧吼，9、10个安尼闹热滚滚，所以伫因兜咧围炉是闹热滚滚，查甫的一道，查某的一道。啊，个囡仔一道，安尼啊，囡仔迄阵较少的时阵，会使讲囡仔甲妈妈做伙坐，啊无坐袂落啊。7个个公公婆婆就9个啊，无迄个道较大地啊。所以当阵阮兜啊，免怎讲两情化，阮兜是就文勇姐啊，啊你迄阵是会感觉讲真郁卒，讲去甲嫁遮人遮济，着东西啊7仙女。我是要安怎来应付？哦，我甲你讲吼，我有先见之明呢。人我吼，我会晓想，我虽然是东西啊内底吼，我算上少岁，因为老师上万带我的，啊，我上少岁嫁去因兜的。啊，因为我囡仔时代就甲老师学唱歌，8岁就伫因兜大汉的，所以阮公公婆婆拢是看我细汉大汉的，拢熟的啊。啊，所以迄小姐嘛，大家拢对我足了解啊。从囡仔时代看我大汉，好牛奶才这人听，就看我大呢。所以吼，因遐个，阮遐东西，阮是有，阮婆婆嘛有请人煮饭啦。啊，阮东西啊嘛拢爱落去斗用啦。啊，我袂晓啦。啊，我甲讲歹势，我袂晓煮，我真正拢袂晓煮。啊，但是我会晓甲恁斗做3回啦。但是吼，食饱了你就知啦。食饱了，迄个骹桶，迄个碗吼，碗盘啦。3、4大卡桶啊，我就爱负责洗遐个啦。哇！我说洗甲强要哭啊，你敢知影？佮拢油淋淋呢，迄拢油淋淋呢。哦，油干呢，啊无洗佮袂使，我要一个洗啊，因为人咧煮，我袂晓煮啊。啊，我就爱负责洗碗啊。啊，我毋免人讲啦，我家己讲，无要紧，碗我来洗。饭恁煮的，啊碗我来洗，菜拢因煮的嘛。啊碗我洗，啊就是我家己嘛有先见之明，我毋免着人讲啦。佮互讲吼，歹势啊！所以文勇姐啊，你迄阵敢有想讲，我要来米来阮厝的？无可能，
无可能哦。因为因兜迄大家庭，啊，搁足传统的迄个家庭，所以吼，伊无可能讲啊，我无爱踮恁兜过年，我要倒来阮兜食年夜饭啦，围炉我要倒来厝，无可能，唔敢讲啊，哪会敢讲？但是若是恁查某囝要安尼，你会同意袂？我甲你讲袂使，阮查某囝吼，我就知。我甲你讲吼，我即个牛奶吼，我有哪足严的，因为我家己都知食知做啊，我哪有可能放我的查某囝安尼？所以阮查某囝迄阵咧恋爱的时阵去人兜，我就甲讲，你去到地，你若拢袂晓，逐项拢袂晓，你就去走较讲讲，啊，我会晓甲你照做啥物话，你需要我甲你斗，我甲你斗做，吼，啊，人若讲唔免，无要紧，吼，你就讲好好，啊，你就出去外口，但是食饱的时阵，你爱共斗收碗。吼啊碗收的，你爱共斗洗碗，吼啊人若唔免你洗，讲无要紧，啊无你洗，我来拖碗吼，拖水，拖恁听有无啦？听有吼，拖你听有无？你洗啊，我来拖，吼，袂使你点坐咧遐做小奶奶，无就无这个代志啦。所以伊加过去的时阵吼，那伊嘛知食知做啦。是梅香姐啊，他拄仔你听到即个嘉文吼安尼讲，咱先来听 Alice， 伊搁安怎过年？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个文香姐的，就是啊，若是阮是恁查某囝，我讲妈妈我袂去啦，我就是足想妈妈要甲你过年安尼咧。啊，我就讲袂使进。这是吼，这是吼是一个例就对啊，因为你是嫁出去的，你嫁出去，你是人嫁去人兜做新妇，啊，你就爱照头理落来，这个礼数爱照头理落来，你爱嫁去，你爱做，然后呢，你要回娘家的时阵，你要回来，你才回来。文香姐啊，如果吼，这是你家己对家己的查某囝的这个管教啦，啊，若是别人的查某囝，你会感觉讲？这安尼唔对，你就爱甲讲安尼。唔是，啊，这就是爱甲温柔啊甲开导啦。无啊，这两个，互你今仔一点钟，互你温柔啊开导。逆时。歹势，因为我无嫁啦，我结婚尔啦，我只是找一个伴吼做伙，我无得嫁。啊，你娘家妈妈拢唔捌甲你讲安尼唔好吗？阮妈妈都是苦劝我啦，对嘛。啊，不过我甲伊讲吼，我的人生都是生做安尼啦。但是我甲你讲吼，拄着恁婆婆真好讲话呢。迄若迄个婆婆吼，若迄个较歹处理的婆婆啊。对啊，迄婆婆有的人是分享者，我的婆婆无遐尼好讲话哦。但是我嘛是无咧插伊。你嘛控制。足皮的啦，穿了这个新妇，足皮的啊。我去因兜啊，拢困到差不多中昼的时阵，啊，结果婆婆是无讲话，但是伊姐伊姊妹仔哭。甲我讲，就是对，就是迄伊有一个阿姨，迄中昼的时阵，周末拢会去因兜。啊，结果有一天我中昼，落来要食饭安尼，啊，结果迄阿姨哦，甲我哭动，伊甲我讲，吼。阮你是阮婆婆，伊讲吼，做你新妇哦，实在足幸福的啦，幸福的啊，嘿，你看伊困到中昼，啊，伊就对我讲，啊，你有困饱无？啊，我讲足饱，足敢死啊，足饱。嘿，搁有一届哦，我嘛是困到中昼，啊，搁是迄个阿姨，伊甲我讲，哦，即马几点啊？你食下午茶哦？我讲。系啊，我拢是个时阵起来啊，因为阮无像较早的查某囡仔，无要做工课，嘿，阮即马是甲阮翁拢要上班，对啊，所以我感觉长辈嘛是爱教育，嘿，这是我的感觉。互相啦，这是安尼，这互相就讲，咱的新妇，也是咱的查某囝有咧上班，啊，就爱吼，即马拢足侪迄个。迄个啥职业妇女嘛，吼啊！你若是讲你就是爱上班，你无法度通甲我婆婆斗做的话，无要紧，恁会当去上班。啊，早顿我煮互你食拢无要紧，但是暗时啊，恁下班转来，我嘛煮互恁食。你若会好转来煮，
你就煮。袂赴煮的时阵，我煮互恁食拢无要紧，但是恁爱目头巧啦。我有洗碗，我有就是讲洗碗。爱洗碗啦，知无？爱斗用啦，吼啊洗衫啥物货吼，就我来斗用。我跟你讲，出一支喙啦，迄老大人吼，喙水吼，嘿，一切拢解决吼，拢爱人抱啦。妈，我甲你斗用啦，哎碗我来洗就好啦。妈，啊迄确定啊，迄衫放咧，我确定啊来洗，啊我来披，安尼就好啊。年夜饭的时阵，我就是去迄厨房啊，伫阮婆婆边啊讲说，哦妈，你煮这啥足芳的哦，要倒啥讲啥物，对，甲保洁，但是我袂晓煮。对啊，我也不会煮啊，我到现在我也不会煮啊，我女儿也不会煮啊。但是我女儿我有甲教，你去人斗，去人去客，你袂晓煮无要紧，你爱讲斗讲，我爱甲你斗创啥物，哦。斗切葱啊嘛好啊，切番仔姜嘛好啊，切蒜头嘛好啊。三位吼，即马有一个共识，上无爱喙水。对，对啦，无啦，加减做啦，莫讲你是小奶奶，啊人边啊遐东西啊要安怎？咱已经讲超10几分啊，查甫即马还无发言啦。局长，你来想看卖吼，查甫人在这中间，因为世代之间一定有观念的差距。对，有差。但这查甫的。在中啊，敢若做后通可能变做三多位置，吼，三明治啊，吼，三明治变三多位置，啊是要安怎调解？啊有当时佫未调解。这吼，我头我听吼，一开始听这三个吼，可能佫1分钟就电话落小一个通报，吼啊，但是听到尾啊讲有春车啦吼，所以可能电话就免卡，都减一按啦。叫有诶卡去小诶叫，哦，加小叫家防中心啊，要甲大家讲吼，其实过年吼，对男性来讲，对女性来讲吼，其实拢是真大诶挑战。我手头一个数字吼，讲互大家惊一下吼。2015年吼，咱对29暝吼，譬如讲休困休到初4、初5隔开安尼吼，迄6、7天吼，2015年吼，通报即个家庭方式案件啦吼，城堡啦、小可冲突啦、言语啦，还是讲囡仔吼，229案，6、7年前嘛吼，甲2020年吼394案。开始后394，2021年463案，甲去年吼拄过迄个2022年吼541案。哇！啊，所以就是讲吼，时间长吼，其实徛伫社会局，大家咧讲啊，过年警察甲消防上无用，其实阮社工就无用。因为阮有迄个24点钟迄个夜驾值机吼，讲一个无拄好就冤家啊嘛。所以头我主持人咧讲查甫人吼，其实嘛介可怜呢。迄有当看诶安尼吼，噗噗呛吼，你到底是要为妈妈打头前，还是打后壁？是要为某？吼，啊是啊，就无规矩看，毋是说吼，骹底抹油讲啊，你公司有代志，我都要起来紧来走啊。啊无，这原来会小可有冲突。啊，所以讲徛伫男性诶立场吼，我诶经验是安尼啦吼，有当啊做人诶翁婿，做人诶囝吼，有当啊小可吼，咱咧讲生活靠智慧，上班靠智慧，其实过年嘛爱靠智慧。唔好迄个一条灯啊，烫到后壁去。迄求生意志爱强。迄唔好讲吼，妈妈甲你讲啥吼，啊，等你啊，带到即落啊，是话就搬过去。哦，唔好搬，好心拜托诶。哦，头一个台观众朋友听哦。系啊。哦，即个新妇咧甲你讲啥话，也是千万恁母啊咧甲你讲，就唔通搬回去。唔是100吼，念顿点你也甲送过，啊，绝对冤家。该讲甲不该讲对，拢爱小。唔是要叫你讲白菜，啊，恁太太甲你讲哦，啊，当恁妈妈、恁爸爸当迄落会，啊，观念嘛袂改，哪有人规定讲早起就爱起来，啊，咧拜公妈敢袂当跋9月中央才拜就好啊，那就安尼快拜，一年拜一拜咯，一年拜一拜，跋有杯无杯嘛，要跋到有杯，我你强迫祖先一年才一遍安尼吼，啊，所以迄个你靠着讲啊，无就跋看卖嘛，吼，啊，这中吼慢慢啊，互两边拢知影讲吼，你的囝，你的先生吼，其实嘛歹做。吼，啊无迄有诶看迄咧混吼，你怎坐遐看人煞戇去？哇，当真诶较严重安尼啊！啊有人翁某嘛冤家啊，爱家暴，去来报案，大部分是啥物案件？其实吼2种，一种就是吼，因为大家毋捌斗阵嘛，有啊住台北啊住台南，啊什物等于甲庄骹，真罕诶啦，真罕诶啊！拜公妈，29暝、30暝拜公妈，汤芳诶无顺利煞去拦着，电话就来啊！啊，阮大嫂也毋捌转来啊，迄个住北部诶较贤做人，冰箱洗甲规个哪袂晓煮啊，汤甲拦着。啊，做大嫂人讲，啊，转来你头一工就咧起毛摆啊，你超工甲我开，这一种。
第二种是吼，囡仔其实嘛可怜，但迄个孤儿古金蛋你也捌，对无？3七公啊、四新婆啊、什物阿伯啊、因阿姐啊，你咩来了解？啊，即马规定，敢若温香伊咧讲大家族齐做伙。对啊。来啊，这叫袂出来啊。叫袂出来，叫职工。职工2字边仔写都有问题。uncle 知影啦，职工我来想足久的，袂晓的，袂晓的。啊，恁也袂晓叫啊！我都市教即个囡仔读倒位？哦，人阮咧读台中一中，啊，恁读倒位？读倒位？哦，读高工哦。系啊，啊，这老爸老母吼，小可民主比较吼，到尾也起毛歹吼，塞落去啊！哦，袂晓叫，好安尼，带到即落也袂晓叫，啊，生到即落也袂晓叫，啊，就讹保案件啦，啊，下工就来啊！啊，所以我感觉其实吼，生活咱上班啥都已经是遮忝的啊。啊，你上班后人际关系啥，啊，其实过年实在是吼，那会使都小可放轻松一下。放较灵的。时代咧改变啦，对啦，对无？啊，讲较趣味的跋杯当跋到祖先讲，无你一年才食一遍啦。我咧食一年有较过分呢。对，我意思就是讲，其实就开玩笑，就是讲，其实互相吼，查某人其实有当我感觉真重要。你啊，就敢若你打百里桥。你是一板桥要两边过，你毋是倒个一板桥甲切路灯啊两边水库流，啊你人煞毋知要安怎，啊所以我感觉其实是观念的问题啦。啊你若安尼过，你就知影讲啊，其实过年就是休几工嘛。啊咱就若会当的就加做寡，啊袂当的就尽量就敢若讲温香啊伊迄个葵花宝典，啊无嘛爱喙水。对啦，对无？就算碗洗袂清气，无嘛加入。2遍啊，吼啊，人迄袂晓的人伊嘛真迄咯，吼啊，煮菜好食，加讲乌肉寡，啊无迄个大汉新妇，真可怜呢，煮到规个插丁，啊若袂晓煮的吼，无嘛红包，那2000就加2600，你就小碎一个，互伊个囡仔嘛，对吧？无冤家，我捌看过冤家啊，冤家安怎你知无？迄你包哦，恁弟仔甲伊要包转来，佫会算。啊，咱咧包2000，等下较包嘛1000。要共行哦。逐年拢800，拢差800。啊，阮才生2个尔，啊，恁这边生4个，啊，我着爱包4包互恁，恁才回2包转来尔。安尼嘛，年轻2个听起来敢若天方夜谭的。就好了。主持人讲，我求生意志足强的，所以我公开。你求生意志真强。我公开甲阮太太甲阮妈妈讲，我即摆讲的例吼，迄拢别人的例啦，吼，迄拢毋是咱兜的。纯属虚构。你要注意哦。这爱亲家手啊，吼。啊，所以朋友的故事。拢朋友拢小叫听来啊，吼。啊，所以我讲其实是安尼啊。生活都已经安尼啊吼，迄个有当想想的吼，就放互过吼，啊就一年嘛才骗800，啊除以365，有一工就骗无3块2块，他也着差迄个800块，甲家己伊嘛叫你真正阿姐甲阿伯，你若想安尼过吼，都较袂遐歹过啦，啊无就1200块，共阮1200块包来行去。事实讲啦，即过年的时阵啊，手势举较悬，唔通来减减。哦，大家来好过年，但是对一年嘛一届尔，但是我要请教就加万哦。在你已经结婚几档6、7档啊吧。6、7档吼。囡仔5岁啦。囡仔5岁吼。啊，囡仔看人过年，伊敢会比较讲啊，我哪会拢无安尼。啊，恁是安怎甲教育讲？咱是安尼来过年。因为阮过年足单纯的，啊，就。返去阮兜甲返去因兜尔，所以目前是无啥物比较的物件啦。所以囡仔就是看我甲阮翁安尼相处，啊，伊对我来讲，我是感觉讲，互伊看到讲吼性别平等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伊来讲，伊就是除夕的时阵，比如讲返去阮兜的时阵，啊，伊看到长辈会互动尔，无啥物特别比较的所在呢。是，嘿，啊，伊会对即个过年的体会，伊譬如讲，伊会感觉讲，啊，无妈妈咱规矩出来佚佗，还是讲我要真爱来讲，要来去食年夜饭，像安尼，敢会特别来期待？我想囡仔真正是无，因为伊的生活经验。目前就安尼尔，所以对伊来讲，伊袂去讲哦，我同学敢若有出。我是安那会来问呢？因为我来回想讲，譬如讲，阮去演的，还有56、55岁去演的，阮细汉是足期待，甲这边兄弟哦，因为一年通天甲可能才1摆尔，甲这边兄弟要来放炮啊，哦，要来拔饺，要来煮碰糖，吼，对阮来讲，像是仪式。
吼，这仪式啊，不管恁大人事，哦，反正阮细汉囡仔，阮就会掠出去安，通笑，通创安尼。对囡仔来讲是种生活的经验。安尼我知啦，因为吼，阮其实平常时拢会转去阿嬷兜，阮兜也是因兜安尼，啊，到因的阿嬷兜，啊，转去的时阵，其实生活拢差不多，啊，只是过年的时阵，食的物件较澎湃尔，唯一的差别就一只，啊，而且吼，即马我感觉囡仔嘛生较少啦，像即马我转去阮兜，啊，阮姐姐生2个，阮翁因小妹生1个。其实无以前迄种嘿，你讲到这吼，我就足怀念我以前细汉的时阵。我真正是的，我转去阮外妈因兜的时阵，我就感觉哦，做好耍的，因为空间足大的。嘿，你迄个场面内面，其实有一寡传统的元素伫，有人会受到压迫，有人会受到即个欺负，有人会卖。我的意思是讲，咱所知影讲过去即个圆满，还是讲闹热的即个情景内面，其实嘛有新妇去用压迫，嘛有即个大家熬成婆即种人生的即个过程。你安怎理解即种代志的？安怎理解？因为咱会笑念讲，早真趣味，但实际上即个趣味的后面是咱无一定会同意的代志。可能会使讲一个案例是吼，因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迄当阵要结婚之前，我就甲阮翁讲过，讲吼，我要生2个囡仔，虽是讲我之前想要生4个啦，毋过即马经济个未伤大，真正生袂出来。嘿，我就想讲，我一定要生2个，其中1个一定要缀我生。嘿，因为我的坚持就是这是性别平等。我就讲吼那安尼，我希望第1个就会使，迄是一种代表从母性的一种突破啦。后来阮翁敢若是想要转去甲参详，伊其实毋是参详，伊有淡薄仔想要转去，有点故意要挑起他爸妈的想法，因为阮翁嘛是一个较有思想的查甫人啦。伊会感觉伊认同我的观念，毋过伊知影因爸母。一定不同意。嘿，毋过就是讲，伊刚去讲了后，伊有惊着，因为吼，阮大家吼足反对的，嘿，反对甲伊足惊吓，伊就敲电话，因为伊等去婚礼嘛，伊就打电话互我讲，阮妈妈足反对哦，安尼真正袂使。我看即件代志吼，你要家己甲阮母啊讲无？我就挂伊的电话，我就讲我挂电话之前，我就讲，生囝这件代志是你甲我2个人的代志，那是即马变成我甲恁母下的代志，是即马我要甲恁母啊，嘿，要谈判，嘿，毋是我甲恁母啊要结婚是毋啦，嘿，就想去甲电话挂掉关机安尼。毋过坦白讲，我是感觉吼，这个过程来讲吼，嘛真趣味是，阮大官吼无做抗争，就是没有非常的激烈的反对。伊反而讲吼，伊知影我伫咧受啥，嘿，反而是阮大家吼较反对。我是感觉讲吼，因为吼，这种香火传承的压力哦，大部分是伫咧女性的身上。我是感觉讲吼，阮婆婆可能是伊有感觉讲，伊敢若爱去团体的乡会，即马敢若伊后生，但一般的观念是讲查甫有谈乡会，这个。对啊。对，毋过我的观察是吼，教育的问题，大部分是妈妈，都亲像你爱一直教育你的查某囝讲吼，你爱安尼，你爱安尼，你爱安尼，查甫人敢若无伊的代志共款。所以我感觉我感觉阮婆婆的反对是因为伊嘛是有压力的啦。那你家里是没有男生嘛？你娘家这边无，我有一个小弟啦，所以对我来传恁的生就好啊。所以对我来讲，对啊，安尼恁就有人生，恁家的生就好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性别平等一种概念嘛。伊迄毋是传乡会概念，我知，系啊，伊迄是价值观的要安尼用啦。系啊，文香姐啊，你敢会当接受讲无因兜一人一个？拄好一个姓妈妈的姓，一个姓爸爸的姓安尼。我甲你讲吼，
这个问题对阮兜来讲，有哪曾经捌安尼发生？发生过。哦，想过尔啦。哦，因为老师因兜是7个查甫的嘛。吼啊，老师算互抽低保税啦。老师生妈妈这边的生，啊，剩的兄弟啊拢生爸爸的生，因为妈妈这边吼无查甫的啦，啊，所以才抽低保税啦。啊，阮兜这边我生2个拢查某囝嘛，所以嘛是无查甫的嘛。啊嘛无查甫，阮嘛迄阵啊咧甲阮查某大汉查某囝，阮甲老师咧讲啦，我是咧讲，啊无若以后吼，即个大汉查某囝嫁去，啊若总共有生着后生，第一个就生因迄边的生，那第二个才来生咱的生，互咱抽低保税好毋好啦？安尼啦，结果吼，老师常常会讲，啊免遮麻烦啦。结果吼，你即马若去含人讲即种问题吼，万不离人若对方佫讲无爱吼，对方的亲家亲若甲咱讲无爱吼，安尼就佫拍歹感情啊，啊，就佫歹面相看啦，啊，倒不如吼，莫提起啦，以后吼，咱伊还佫即代还佫知影咱阿公阿嬷啦。到阿公阿嬷佫落去迄代啊吼，都毋知阿祖啥物名啦，阿公啥物名嘛毋知啦，啊免啦，即种也免啥物传啊啦。老师还佫真开通哦。老师就是安尼想，啊，我甲你讲啦，拜甲即马若讲阮孙啦，伊即代还佫知影吼，阿公是啥物名，阿嬷是啥物名，还佫知影。即马换阮孙的囝，恁阿公啥物名，恁阿祖啥物名，迄落恁的迄个查某阿祖啥物名，查甫阿祖啥物名。伊是敢若知影伊阿公阿嬷尔，佮伊阿祖伊都毋知影啥物名，所以这也免啥相传啦。老师讲，这免啥相传啦，免计较，生啥物人的生拢共款啦。好，老师就安尼讲。老师有这个开通，啊，你会当接受？我接受啊，所以阮2个查某囝嫁去，拢生人的生啊，生的囡仔嘛生人的生啊，也无生阮兜的生啊，无生韦家老师兜生，无啊。所以无一定爱分一个，才分一个，才分一个。无，啊，反正以后阮2个都拢伫咧塔林啊。什么人要来看，要来拜也无要紧啊，无要紧，对，就无简单啊。其实时代咧改变吼，我是感觉讲平安健康就好啊。台北市吼，我举一个例吼，台北市的这个殡葬吼，对土葬甲火葬吼，甲即马树葬的比例是安尼直线上升，就讲大家观念啦。就敢若讲阿姨讲的，当迄个阿公莫讲阿祖咯。到尾也咪团咧倒去啊！阿祖，恁的阿祖什么名？你搞不好，你嘛我一个朋友过年吼，伊讲伊公妈无拜啊，我一个时代，讲哎呀，你旧年还搁咧拜，今年乃无拜。伊讲毋是啦，阮囝甲我讲吼，伊要去信天主教啊，所以以后伊也袂甲我拜啦。啊，我是听阮囝讲，规矩你也无爱拜，无对我家就莫拜啊，毋好互你无拜安尼啦。伊怎啊公妈请对塔去，啊，厝内就无搁夜香拜。对啊，对啊。这种物件其实无绝对讲啊，你安尼敢好，安尼唔好啦。但我是有一种感觉啦，吼，就是讲代志是安尼，就是讲互大家参考吼。像头拄咧讲的，讲啊，你甲挂电话，甲恁翁讲啊，这是我甲你，那是吼，我甲恁妈妈，其实是安尼。人生在世吼，80-20法则啦，80%会当照咱的意吼，啊，袂歹啊。啊，有机会吼，20%再搁来想看卖。啊，你后一遍20搁处理80的时阵，就足圆满的啊。吼，趋近于零数字就愈来愈细嘛，问题就愈来愈无。啊，你若一遍要甲抢到底吼，就敢若讲我甲主持人吼，咱2个拢有武器吼，闭一个刀啊，莫开的。迄恁翁呢，恁某，恁妈妈呢，对无？你想讲哇，冤家相拍是，莫你小想者，过年吼，正月正时，你莫真正怎甲混落去呢？以后会歹势会想讲，哇，咱当时乃，吼，他会要遮坚持啊？我感觉实在是小春秋一下吼，生活就美好。尤其是过年时阵，是啊，新家头嘛，吼。啊，这我要来请教的这个 Alice 吼，到底你甲恁婆婆之间，吼，你甲你婆婆之间，咱来看这个图表吼，过年的时阵，婆婆不爽媳妇儿不爽婆家啦，吼，新妇吼，讲。恁就无要斗带囡仔，啊，佮干涉我要安怎饲，为着要破坏，为着要配合恁厝，来影响我家己转去的时间，用我的物件理所当然，好的要留小姑，歹的才留我，哼，吼，爱互新妇来拍分数，这敢有发生过？有一项有发生过，
就是阮讲的初二要回娘家，但是这点我无啥物认同，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等于讲阮兜伫高雄，啊，若是过年的时阵我嫁出去啊，我袂当回娘家，但是其实阮翁一开始是感觉理所当然的，啊，而且讲我会记得有一年的时候，阮就是提前过年要倒因兜，啊，但是我就甲伊讲，我想要过年放松一下，先伫阮兜休困一下，阮两个兜，啊，但是伊就讲，为虾米？啊，就放假啊，阮就倒去阮兜啊，阮妈妈伫遐啊那，我就足生气的，我就感觉，你知影阮两个是一个小家庭吗？为虾米过年迄是我家己放假的时阵，我想要真正的休困。毋是去恁兜，啊，伊就甲我讲，啊，你去阮兜，啊，你嘛毋免煮饭啊。啊，毋是共款。对，啊，毋是共款。真侪查甫是安尼想吼。对。你来讲互观众朋友讲，恁的心态、恁的心情是安怎想的？对，啊，我就会甲伊沟通，啊，结果伊就算是有让步，就是初二的时阵，透早伊就会带我落去高雄，啊，但是刚开始伊嘛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伊竟然甲我讲，拜托，安尼我就敢若除夕啊、初一啊到初二的中午，会敢若伫阮兜尔，就是因兜嘛。啊，我就甲伊讲，啊，你有想过我的心情吗？我除夕夜我拢无想恁兜的人，我无想姊啊，细汉的时阵就熟悉啊。我就是人生地不熟，啊，恁一家伙仔咧啊，团圆饭安尼，啊，我伫遐咧愁眉苦脸，啊，我真正毋知要创啥，我就甲伊讲，你有想过我的心情吗？啊，迄了后伊就较好啊，对啊。我就建议啦，嘿，一日去因兜团圆啊，一日去因兜啦。这我会较前卫哦。这我有讲过。但是因兜无法度接受。哦，这嘛是对啊。啊那阿姐啊，你若是你家己的查某囝，你拢安怎甲讲？伊敢有想讲妈啊，我过年时阵转来厝里，甲恁食团圆饭安尼？无，阮两个查某囝，较早拢是阮两个查某囝，甲我甲老师两个，我们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吼，阮拢是车开咧。就出去咧佚佗啊！二九暝，阮就出咱讲除夕夜，阮就出去佚佗，因为阮就无拜拜嘛，也无啥物拢无啊。因为迄阵阮公公婆婆拢走啊，拢无啊。然后就阮就家己车开咧去佚佗，啊去佚佗时吼，餐厅古早餐厅足少咧卖啦，无餐厅通好食啦，吼。就拢去找迄个凊彩的迄个饮食店啊，迄个店啊，食堂啊，小食堂安尼啦嘿，啊，就加减凊彩食咧，啊，就爱叫一个火锅啦，像讲什么火锅啊，小小的一个火锅吼，团圆啊，我们四个家己食咧，啊，饭店吼拢无人啊，敢若阮四个人咧住。哦，迄差几当进前啊？差不多20几年前要。哦，真进步呢哦。20几年前哦，阮就家己车开咧，嘿，无啊，阮都无啦，因为阮公公婆婆拢走啊嘛，啊，就大家拢个人兄弟啊，一人一家台啊，就拢毋免拜啊，毋免啥物啊，免搁做伙食啊嘛，拢无啊嘛，啊无的时阵，阮就家己车开咧，就去佚佗，啊，就去凊彩食，啊食咧，啊，就看要倒佚佗，阮迄间饭店拢无半人，敢若阮四个人咧住啦。我们四个人呐，啊，规间吼是也免烦恼订无饭店啦，吼，也免烦恼，拢毋免烦恼。哇！即马咱阮车要开出来时吼，这边要入去的吼，拢排队啦，车拢塞车啦，敢若阮一台车呼一直吹，这是全台湾上早的过年经济学。对啊，温香啊，引导后一个。真的，啊，然后第过来时阵，就阮老大嫁出去啊。啊！等阮老大嫁出去啊，即马阮老二讲，安尼伊嘛除夕夜伊要出去佚佗啊。伊除夕夜机票拍咧，伊除夕夜伊家己一个去国外佚佗啦。啊，剩阮两个老的啦。当阮两个老头一年过年的时阵吼，我哪煮吼？我煮啥呢？我煮一个火锅啦。就因为阮兜人较少，啊，我就老师就透早就车开咧，就出去啊。
出去的时阵吼，伊就去买一寡海产，老师爱食海产，爱食金啊啦，食虾啊啦，伊拢买虾啦。啊，买虾我就甲讲，啊无来煮海产火锅啦，甲肉做一鼎啦。吼，安尼等就较快活啦。啊，伊就讲好啊好啊好啊。啊，我就金啊，迄红金，迄无迄沙缸啊，沙缸起来，嘿啊，嘿，啊就沙缸甲洗互清气，啊就甲肉落去煮啦，虾啊嘛甲肉落去做一鼎啦。哪食吼，我哪流目屎呢？可怜，我想讲，哎呦，那足歹命啦！啊，食甲遮济岁啊吼，啊，咱两个老的吼，才家己来。高对象。嘿，哪食吼，高对象，高对骹来咧食安尼啦，哪食目屎哪流啦。老师甲我讲，你咧哭安怎？我讲，哎呦，我食遮济岁啊吼，两个查某囝拢无伫身躯边，那雄雄啦，第一年的雄雄，家己两个人老的咧过年啦。较早无嘛，阁有两个查某囝通好陪来哦。袂啦，大哪正哪流目屎啦，到甲初二啦，初二咧请囝婿的时阵啦，查某囝就爱转厝嘛，转厝其实迄当阵阮查某囝结婚的时嘛，还阁甲阮大做伙啊，阮老大结婚，今仔日结婚出去。咱大概款的，紧的要来餐厅啊！吼，紧的，拢伫厝内底，紧的，啊，要来餐厅。啊，餐厅好，就用新娘化妆，用甲水，食咧，食了倒来，佮共款一规组人，共组人啊！所以吼，较早阮倒是还阁算。真闹热闹，查囝嫁出去无感觉讲是安尼遐尼啊孤单嘛，吼但是头一年伊爱回去婆家过年的除夕爱回去的时阵哦，我甲老孙两个就食甲流目屎啦，安尼啊。尾啊吼，我咧讲互阮囝因听，互阮查某囝因听。你敢知影第二年，阮亲家初五就敲电话来啊，甲阮查某囝讲叫恁爸爸妈妈来阮兜过年。遐尼好哦。系啊，我讲。哎呦，歹势啦！哪有人迄落亲家初五去对方的亲家初面兜咧过年啦？你感觉足温馨的啊！温馨。伊就讲无要紧啦，阮兜住台南嘛，阮囝婿因兜伫客家嘛，伊讲无要紧啦，人阮大家大官拢讲吼，你两个人尔，来阮兜较闹热啦，因兜就大家庭嘛，因就生4个儿子嘛，拢。4个拢后生嘛，所以因有4个新妇，阁有遐个囡仔嘛，我就闹热滚滚，就顶有10个啊嘛，阁有阿公，因迄当阵还阁有阿公阿嬷伫咧，我就足闹热的嘛。好，我就第一年我就去因兜，去因兜吼，我食甲足歹势，食得袂自在啦，食甲足歹势。阮亲家吼，初五对阮足好咧啊，食煞了后吼，你敢知影阮迄个初五吼足古早咧哦。食煞了哦，佮甲我捧一个面汤水内底，佮一条毛巾。来呀，初五来洗手啦，安尼啦。我足歹势啊！台南人好牛咧。哎呦，我足歹势啦！我讲，哎呦，初五你莫安尼啦，安尼我会足见笑啊！我安尼唔好来讲，不要紧啦，你都吼食煞，你就担遮济，就用这面汤水互你洗手啦，面巾互你擦手啊。我第二年我惊着我唔敢搁去啊，伤好咧啦。想要搁叫我去呢，我嘛唔敢搁去啊，我歹势啦。我甲讲吼，我嘛甲阮囝婿交代，恁妈妈若遐尼好咧吼，我唔敢搁去啊。你若较凊彩，我会敢去，因为咱无压力啊。其实若是安尼过年吼，嘿，较无压力啦。较无压力，有时会使做伙，有时就分开安尼。毋是去因老遮是足 OK 的啦，足赞的啦，吼。毋过问题是阮迄个初五伤过好累啊。客气啊，伤过客气啊，安尼我有压力啦，安尼我会歹势。惊毋知要怎行啦，吼。毋是，因为这是伊若要对长辈做的是 OK 啦，吼，伊的长辈吼是 OK 啦，吼，旁边当水，互伊洗手 OK。阮两个平辈啊，初五拄初五啊，平辈啊，伊搁对我安尼，我会歹势，所以我唔敢去。文香姐啊，你讲的这项代志吼，其实是咱做人做事一个重点，就是咱人是平等的。平等嘛。你对我如此，我对你这般。你敢才会袂感觉讲，我心肝头安尼足沉重的吼，敢唔知要安怎行礼，还是要安怎创？所以，至到这两位新女性啦吼，甲恁先生咧相处的时阵，是毋是也是用这种？态度还是用这种原则，你来处理每一项生活当中的代志。嘉文，你先讲。好，
应该是讲，阮甲阮先生面对所有的代志，阮拢会沟通，爱沟通到一个共识。就亲像拄则我讲有一个囡仔对我生即件代志，我都会问伊讲，你家己有认同即种观念无？你若是有认同若是恁爸爸甲妈妈，我若是去甲因沟通，安尼敢会看一？所以即件代志若是你嘛会用个接受伊，而且。伊嘛感觉性别平等这种共处体，伊嘛伊也觉得光荣啦。我都讲那这样子你就不应该来告诉我说，叫我去跟你妈妈沟通。后来伊就反省，所以伊就家己去甲因爸母讲，为什么阮要做这件代志？伊就是真正开始认真要甲因爸母沟通啦。所以后来这件代志，因为我拄则讲第一胎要对我生嘛，毋过后来伊就来甲我讲无第一天对因生变过来，变过来，我就讲，当然嘛会使，因为这毋是袂使讲的。我打开始只是讲，我感觉安尼较凸显尔。若是朋友接受我嘛是会使改变。你嘛退让对。对，本来就是安尼，我是感觉讲第一件代志一定是甲恁翁有共识啦，因为要共同生活是阮两个人，长辈也是。其他的亲情有啥物意见，阮会使来讨论。若是好的意见，我嘛会使接受。毋过你真正违反阮平等原则的时阵，就真正较歹势安尼啦。若是 Alice 咧，你甲恁翁在每一项生活的代志，除了过年以外，恁安怎参详，还是讲啥物有翁仔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讲我逐项代志，大家都爱分一半。敢若分猪肉共款，有一种是讲，即几项是你处理，迄几项我处理，恁是安怎来有这个共识？我感觉拢有呢，因为我感觉像你拄则讲的，就是我感觉沟通是真重要，因为其实阮翁伊是感觉较传统啦，伊是感觉钱的代志伊会当负责，但是我毋是安尼感觉，我比较偏向 AA 制。例如讲，阮出去的时阵，伊要买啥物件互我会惊。你会惊？对，我会惊。我知影迄种感觉。因为伊想要对我好。感觉奇怪是不是？你是惊有气啦？我是。坦白讲，虽然是夫妻，但是我会惊欠伊人情。因为两个拢感觉。无为什么安尼讲咧？这会牵涉到，例如讲，去婆婆因兜，若是你受伊的礼，可是伊对你足好的，但是反过来讲，伊对你有啥物要求的时阵，比如讲，阮妈妈安那要照顾要安那拜托一下啦，安尼我要安怎？所以逐项代志我会甲伊沟通，甲伊讲清楚讲，这项你用，这项我用，钱的代志我嘛是希望安尼，久了以后伊都了解啊，对啊，所以你他讲这个例讲，譬如讲，若是伊处理出来的人，譬如讲因妈妈需要人照顾，对，那么。可能你因为受到伊的好处，还是讲处伫可能较你感觉不安的一种好处，还是什么代志，你就欠伊，你必须爱有这个义务爱去行伊安尼。你的逻辑你是惊安尼？我是惊安尼，因为其实我感觉足侪女性拢唔知影家己是安尼被制约。对，就是讲，阮结婚之前我都甲伊讲，啥物办桌啥物的，我拢爱一人一半，我无爱收恁兜的聘金阁是任何礼物。最后伊敢若坚持拼。引导长辈，爱行大饼，对，除了迄以外，其他我拢是一人一半，拍婚纱桌数迄拢一人一半。我无爱占伊的便宜，但是我嘛是要对伊讲，你嘛莫占我的便宜。阮是平等的，我是安那感觉。若是譬如讲你处理，譬如讲你家己处理，你的爸爸妈妈有需要人照顾。我会家己处理，你会家己处理，对。你会用，但是你就是无可能无
实际时间头半时间去甲照顾的时阵，你袂去拜托恁翁讲，啊无拜托你来甲我看一工啊，安尼你袂做这种代志。我袂做这种代志。我会甲阮爸爸妈妈讲好，阮兜的代志是阮兜的代志，你唔好去烦阮翁。伊就是阮翁，阮两个是一个小家庭，啊，伊唔是你的囝，啊，我嘛唔是阮翁迄因妈妈的，我敢若是新妇一个称谓尔，我是安尼感觉，所以阮兜有啥物代志，我会去处理，啊，若是我真正处理不来，对，我会甲阮爸爸讲，你甲妈妈两个人爱顾好恁家己，因为迄是恁的人生。对。啊，若是譬如讲囡仔上简单的，囡仔要接送。哦，我无爱生。啊，你无要生，所以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有想过，但是像伊讲的，就是我也想要让他信我的信。所以，但是我惊阮翁迄边的人，伊一定袂同意的，所以我就感觉啊，规气莫生。对，规气莫生。有这种，恁大家大官会当接受？少子化嘛是有原因。因迄边会当接受吗？因有催生。哦。因有催生，因有。啊，你有甲讲，阮已经有讲好啊，无爱生。无，阮拢是暗示性的讲，伊嘛是暗示啊，阮拢唔知道。你就讲啊，无用啦，无用，人拢咧上班，无用通生囝。无，我直接甲因妈妈回讲，啊，我生啊，你要甲我用吗？你要甲我请用吗？啊，阮就是无遐个资源啊，无遐个钱啊，啊，伊就点点啊，对。或者用这个实际这个方式哈，局长哈，他都你看到这新女性对着这个新时代哈，翁仔某关系，咱对这个过年开始讲起哈，这内面就有一种观念已经开始在慢慢新一代的这个少年人头壳内面开始想起啊吼，讲我上好是爱分一半。啊，分切啊拄拄啊好吼，你的甲我的啊切啊拄拄啊好。啊，咱过去的这个人情吼，是我着爱痛一点嘛，啊你嘛痛我一点嘛。所以呢，咱有一点像十个手仔吼，安尼交做对。这种感觉，以前的人情是安尼，啊，但是即摆人情是无，咱即摆手仔安尼做平齐，啊，唔通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安怎看呢？这到底都这种较好咧？这吼，你看我愈听目头愈夹，哇！当这我家己的经验啦吼，我甲阮太太是安尼，阮是那这部分是较传统啦，就是无啥咧分啊。当然厝内迄个立贷款是像立这有啦，啊囡仔学费大条拢伫我身躯顶，啊买菜伊就家己爱买，迄洗菜时也是伊需要的方式，有当毋是买啥，伊就家己欢喜就家己去洗安尼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安尼，就是讲，你若要就我家己的生活经验吼，阮是拢互相啦。比如阮丈人若带院啊啥吼，啊伊嘛知影我无闲嘛。啊，但是因为伊厝内姊妹也真济，还可以晚上去睡医院照顾爸爸这样，当成睡旅馆吼。啊，但是若这，譬如讲，伊会甲我点一个讲，啊，阮爸爸恁丈人咧无拄好，你敢免出现一个嘛？啊，这我会。啊，去我就爱看，吼，因为姊妹人咧看嘛，吼。啊，第二项就是有春有秋啦，因为我中部人嘛，啊，但是咱生活买厝拢伫台北，啊，像阮太太伊就不会很在意什么催你回娘家，因为等伊一礼拜回2天娘家，伊拜六下晡嘛伫厝诶，礼拜嘛伫因兜，啊，那这点咱就唔好共限制。哦，拜六伊菜人伊赶，伊要转去因兜，你唔好讲有囡仔爱补习啊，啥囡仔较大汉家己去。啊，所以讲这是若要照我的感觉是有春有秋啦。啊，讲好就好啊。啊，有当仔是安尼，像我阮现在咧讲的迄较趣味就是讲，其实有哪老婆就是讲吼，我定甲阮太太讲，还是阮定开讲讲，啊，你著好表现一下啊。第二年即个讲到，哎呀好意啊。其实阮现在这我真感动。亲家亲甲你邀请吼，其实某一种程度吼，你是甲你的囝婿、甲你的查某囝迄个压力瞬间咯拔起来。以后袂阁安尼家叫，啊以后若无去就讲啊人迄吼啊，都2、3年才来去一遍。啊至于讲2位新女性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讲好就好啊啦。性命有共识上重要。对啦，性命拢会找到家己的出路啦。啊嘛无倒一套标准讲吼，就一定都爱安尼，袂使安尼，嘛无啦。
吼啊，但是就是讲卖不到冤家，啊，就想看卖讲，安尼咱安尼讲的时阵，换做换位思考嘛，换做我是你，我可能哇跳起来啊，咱若无介意别人安尼讲，啊，你就小纠一下嘛。所以有春有纠的意思就是讲，大家爱互相理解、批注，哦，你的站站，你的寸笑在哪里，啊，互相尊重啦，吼。是啊。文良姐，上后尾一个问题问你吼，像你即马若是过年，今年过年，你按算2、9暝你要安怎过？我自从较早是老师还搁伫咧的时阵吼，我拢会甲老师2个人踮厝里，啊，学白煮学白食，啊无就是阮有朋友的厝里，那因咧大家庭的，就拢会邀请阮2个讲，阮遮老师来，阮兜食饭啦，来阮兜食，啊，阮2个就是讲爱看对象啦，迄拢含阮拢足知己的朋友啊，好，阮2个老的带咧倒去，但是人阮嘛无空手白摇去呢，人阮嘛有炸一罐酒去伴手礼呢，吼，咱去要食人的，咱嘛一杯啊乌鱼子。啊，一罐洋酒，啊，就摕去，伴手礼，咱嘛袂使咁白吃白喝。啊，今年咧，你按算咧？啊，今年吼，我嘛朋友搁咧招我，讲叫我搁去啦。去观众朋友会记来招文良姐啊。今天的公式谁来晚餐？好啦，大家观众朋友。